交通部公路局原底是规划伫6月初2开始呢，一般车辆考驾照就要增加基差确认这个项目。若准无做，安尼就是无及格。民间团体是来抗议讲，其实进前甲公路局开会时阵是还未有共识，所以袂当直接就安尼施行落去。那公路局是表示讲，这只是内部的建议尔，还未正式公告。 落实教训改革，终结交通地狱。几下民间团体和民进党立委林月琴29早起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批评交通部公路局顶礼拜邀请各界参加驾训考照制度交流会议了后，家己对媒体讲，对6月初2开始，小客车考照会新增加基差确认。 考照的人若是无做到就无及格，对这民间团体是表达强烈抗议，认为讲外界还未有共识，公路局就把民间团体当作是错误政策背书的工具。这个呢会影响交通车流以及安全，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改为在路口处急遇行穿线时，应该摆头。 确认是否有行人准备过马路。民间团体讲，基差确认敢若适用伫特定情景，譬如讲是高铁和市区公车等等。对小客车考照有4大诉求，包括建立一般驾驶和个人驾驶回分制度，整合实体和线顶的课程，一步一步恢复违规的纪法和强化违规的公式，和对驾驶教练和考官水准应该严格品管等等。应该重新检讨记点制度的设计。 朝向逐步恢复违规举发，以强化道安奖息的执行。这小型车新增这个指差确认是内部研议的一个项目那还没有公告那实施日期也只是预定还没有确定。公路局强调讲，目前小型车考照是先增加基差确认，敢若是内部研议的项目尔，还未公告。因为考虑到外界意见无同，后壁邀请相关单位各验伤，滚动性来检讨修正，强化整体的交通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